中秋要到咯，最近哦，蚵仔佮蛤蟆拢起价，婚林的渔民是表示讲，受到7月底开美风台影响哦，蚵仔的量较少，去年一斤大约是60块，今次是起到780块，大约是起2成。当外海收成的大壳蚵仔，永续互无因整理清洗准备寄货，但今年受到7月底开美风台影响，互规体大壳蚵仔供货减少，价钱嘛比去年起2成。10块20块，就像菜市场在想卖的，可能去年本来都60左右啊，今年就涨到了70、80，然后又加上中秋都缺货了，大盘也抢着拿，所以价格都打不下来。云林北蚵仔业者表示，受到开美风台影响，包括中华、云林、嘉义和台南，蚵仔受损拢真严重。今年嘛有真侪消费者拢提早敲电话来预定，就是惊买袂到大壳蚵仔。另外蛤蟆嘛因为进入热天，收望率较悬，起价幅度嘛将近2成。夏天容易死啊，暴毙啊，然后每年到中秋节会更贵，比原本大概60几吧，现在大概都落在70、80了。对，如果大颗一点会更贵。少大家够吃就好了，不用太多对啊，吃不完的话处理很不方便。去年卖海产业者就讲，离中秋节过1礼拜时间。除了大开蚵仔订单有增加3成，其他海产买起平平。嘛民众认为，虽然这海产有小可来起价，但至少买回去厝和肉，阁会当接受。记者用有年报道。